你们两个的幽默感都超棒的吗？真的。对呀，要讲笑话吗？哦，我来讲。好了好了，跷跷板要在弄呢。他问谁在跷板？拉肚子。老太，发豆去啊？哦，小胖大到啊，你让谁拉个干嘛呀？他说谁拉肚子啊？不，他没有说是谁在拉肚子，他啥都没说。那你讲一个好啦。我就看下来哈。哦，有一个囡仔号做阿宝，电视家里